自2025年11月21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发现历史真相。圣经咱做来听读，以斯拉记第5章第1节到17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斯拉记第5章。迄时有先知哈该甲益多的孙先知撒加利亚，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对犹大甲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传达上帝的话。撒铁的囝所罗巴伯甲约沙达的囝耶稣亚，就拢起来着手重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有上帝的先知甲因做伙帮赞因。像迄时何西省的总督但乃甲示他波斯乃，以及因的同事来问讲：啥人下令，互恁去即间殿完成即个工程？因搁讨起造圣殿的人的名单。毋过，上帝看顾犹大的长老，互因免受阻挡停工。遐官员将即个代志上奏大流士，听候伊的回复。何西省的总督但乃甲示他波斯乃，以及伊的同事，就是何西省的官员，上奏大流士王的批记伫下面。愿皇帝大流士万事顺利。愿奉上查明，愿去犹大省，发现伟大上帝圣殿拄在重建。这个殿用大地石起造，梁插入墙内，工程进行真紧阁顺利。迄时，阮问遐个长老，啥人下令互恁去即间殿完成即个工程？阁问因的首领的名，通上奏互皇上知。因安尼应阮讲：阮是天地的主宰，上帝的仆人。阮现在伫重建的圣殿，是真侪年前以色列一位伟大的王起造的。毋过，阮的列祖惹天顶的上帝生气，伊将因交伫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王就拆毁即间殿，掠人民去巴比伦。塞鲁士做巴比伦皇帝第1年，下令重建即间上帝的殿。以前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抢去下伫巴比伦神庙的金银器具。塞鲁士王将遐个摕出来，交互伊所设立的犹大省长舍巴萨。对伊讲，着带这个器具去下伫耶路撒冷的殿，嘛着伫原位去上帝的殿。对安尼，舍巴萨就来下耶路撒冷上帝圣殿的地基。即间殿重建的工程，对迄时到现在还未完成。当皇上若看做妥当，请查明巴比伦的皇家记录，看塞鲁士王有下令伫耶路撒冷重建上帝圣殿抑无。关系即个事，请皇上裁决，降旨指示阮。发现历史真相。因为受到不断阻碍圣殿的修建，犹太领袖和人民变甲消极，转而为家己建造房舍甲建筑田地。先知哈该甲撒加利亚领受上帝的信息，劝勉领袖甲百姓爱坚强和努力做工。所罗巴伯和众领袖听见先知的提醒，就开始重建圣殿。这动作
却引起何西省省长和伊的同僚注意。因到耶路撒冷质问犹太领袖，究竟是谁下令准因建造圣殿，搁要爱建造圣殿者的名单。但是上帝看顾伊的子民，互遮的波斯官员无亲像以前遐个官员直接干预，反正是按当当时的皇帝大流士上奏。即个过程，互咱看到上帝安怎保守伊的百姓。即个犹太人修建圣殿的官员上庭的奏书讲到，因发现伫耶路撒冷重建上帝圣殿的工程相当谨慎慎重。伫咧询问建造圣殿的原因，甲取得负责人名单了后，知影犹太人的祖先过去捌激怒上帝，所以才流亡去巴比伦。后来，塞勒斯攻占巴比伦做皇帝，下令爱犹太人重建圣殿，搁将以前尼布甲尼撒王伫圣殿掠夺的物品交由省长舍巴萨带转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官员请大流士皇帝确认是毋是有安尼的历史记录，搁指示因着安怎处理。犹太人的领袖因着先知的劝勉，用智慧甲勇气面对质疑，搁说明历史真相，包括承认犹太人的错误，指出当当年塞勒斯皇帝下的命令，也请求何西省长正式上奏互皇帝做确认。相对伫以前的消极灰心，甲停止重建圣殿，伫两位先知的勉励了后，犹太领袖用历史事实回应提出质疑的对方，搁请因去确认真相。过去1年外，台湾有真侪备受关注的政治议题，包括立法院的国会改革法案甲三读预算的争议。讨论过程中，往往因为意识形态被断章取义，也是错误解读。要化解争论，关键不在伫争辩，也是去对立，是互事实真相讲话。就亲像1972年发表的台湾基督教教会对国事的声明与建议，甲1977年的台湾基督教教会人权宣言，虽然拢主张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将来，却被抹黑做反政府的言论，造成社会对基督教会的负面观感。对着时代变动，当年教会的声明甲宣言到今已经受国人普遍认同。面对错误信息，教会未必能完全阻挡，但是咱相信上帝会伫历史掌权，教会会当做的就是持续以真相发声，搁恳求上帝，互人发现历史真相。默想，面对充满不安的处境，我是毋是还会当倚靠上帝，顺从伊的计划甲引带，毋是受片面的资讯影响，失去信心。面对充满不安的处境，我是毋是还会当倚靠上帝，顺从伊的计划甲引带，毋是受片面资讯影响，失去信心。咱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历史的主，你也引带人认捌历史的真相。伫现实生活中，难免会遭遇阻碍甲挫折，求你帮助我信靠你，因为知影你是历史的主宰，就无搁再担忧。
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